時光退回到1912年9月，陳嘉庚先生從新加坡回到故鄉籌辦教育，並於1913年開始，不同種類學府相繼落成，集幼兒園、中小學、大學為一體的教育園區。學村除有商店街外，著名景點有陳嘉庚先生故居、特色建築、龍舟池、嘉庚公園、鰲苑等。整體的建築風格為中西合璧，呈現典型的閩南僑鄉的風格。無論是高大壯觀的校舍堂館，還是小巧典雅的亭台廊謝，無一不是琉璃蓋頂、龍脊鳳檐、雕梁畫棟。陳嘉庚先生故居建於1918年，這座兩層磚木結構樓房，在1938年被日軍炸毀後，於1955年按原樣修復。2樓保留了辦公桌、休息室、會客室等，陳列有珍貴的手稿、衣服及日常生活用具。我哋繼續沿村內小街漫步，遇到一輛嬌小輕巧的消防車。來之前輕微資料搜尋過，實話講冇太大期望，純以為一條小村莊，本着食飽當散步的精神探個究竟。當實際踏入這條村後，感覺不一樣。設計獨特的屋簷紅牆，披上綠葉小花，清幽的環境，雅致裝修，特別有味道。仲有一些好好笑容，非常熱心教路的當地人。你放低呢個袋啊，個樣我睇住啊嘛。
村內會定期舉辦海峽兩岸龍舟賽及巡遊等活動。學村外圍有個沙灘，一路伸延至嘉庚公園。是看海、賞日落的熱門地點。估計夏季晚上一定好熱鬧。步行大約半個鐘，到達嘉庚公園。開放時間每日8點至22點，免費入場。而公園旁都有個商店街，內外都好熱鬧，好多小情侶。公園位於集美學村的東南沿海，是為紀念陳嘉庚先生而興建的紀念公園。1994年竣工，佔地約3萬多平方米，以傳統中國式庭院建築為主體，並與知名的獒苑相連。2002年獲批國家4A 級旅遊景區。嘉庚公園不僅是休憩場所，更融合了歷史文化與嘉庚建築風格。獒苑公園瀕臨海邊，設有解放紀念碑、陳嘉庚陵墓以及精美的青石浮雕群。傳統園林佈局，把紀念性、文化性和遊樂性融為一體。可遠眺集美龍舟池與校園美景，環境優美，
2碗牛肉湯粉33人民幣，味道不錯。繼續搭地鐵去下一站，不能錯過的1號線跨海高架段。此路段從海上經過，可欣賞廈門特色海景。殿前站1 3號出口，步行約10分鐘。沿途經過本地市場，全部平靚正。行呢度個買點就係、每隔數分鐘會有架飛機近距離喺頭頂飄過，廈門清水宮又稱殿前清水宮，是近年火爆網紅打卡點。以飛機掠過古廟屋頂的奇觀聞名，始建於清乾隆48年1783年，因位於高崎機場航道正下方，形成了現代飛機與百年紅磚同溝的魔幻視覺效果。不過，此情此景將隨住長安國際機場通航，預計2026年底而成為歷史。欣賞完久違了的九龍城 feel 之後，繼續向前行去殿前夜市，途經又係一個當地街市。好似行緊台灣嗰啲夜市，唔係夜市，什麼蘑菇啊？
殿前夜市又稱殿前村夜市，唔算好大，但少少檔口多元化，以濃厚的市井煙火氣著稱，物價相對親民，可以坐喺入邊喎。深受當地人喜愛的草根美食聚集地，亦是體驗廈門地道生活感的好去處。入夜後人潮密集，越夜越精彩。夜市內有現烤串燒，正合心意。再食埋個肉碎蛋腸粉，肚皮剛剛好。金仔1人民幣每斤，粒粒皆甜。我哋都返去休息啦，下集見。